第2集家字，阿嬷只手牵炭汤，倒手赶家字，看看离开也无踪。两人各行的，顺唱管路对民雄街仔去。旧历7月下街，是民雄规年烫天上重要的闹热。按21开始举办3天普渡，各地善男信女毋惊路途远，同齐来献景大师爷，祈求平安顺遂。透中昼的日头会甲人家，有影是大日晒死虎。大汤的手去互阿嬷6条条，心内想讲：要坐阮消费车是无梦啊，无鱼虾嘛好，去民雄街仔斗闹热嘛袂歹。行伫咧唱管路，阿嬷开帖互大汤了解。7月时啊，鬼门开，像恁学生囡仔歇热共款，鬼啊都走来人世闹闹咧。咱人啊，都爱穿青草的互鬼食，这都是普渡。逐位普的日子拢无共，民雄街仔是这3天。世界位的孤魂野鬼，毋管是内山、平埔、海口，或者是按溪沟输出来的，全请我来接好。意思是，即马民雄全鬼？大汤问。嘿啊，毋过心命有改变，惊鬼啊拍走，起空起顺，就请鬼王来换盘。迄都是大师爷伯。平常时无金身，敢若下街即阵啊，用纸裹一尊神像，服侍伫大殿，背司警察局长管理众鬼。下街第3天，都是今仔日，顶头路过响上天，将信徒半暝送神尊去化火。大师爷伯会带领众鬼转去阴间，顺续甲歹物啊步都清去。哪讲哪行，妈孙2人经过民雄肉包，伫青红顶路口正月，行过两边是寄出来西安路。就伫这个时阵，平交道的四支弹随落来，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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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自强号为2人面头前冲过，要载乘客去嘉义市。火车过了后，四支弹夹起来。2人直直行到北门仔的双车路口，正手边是大众爷庙。阿嬷牵大汤软入去倒手边的民生路。下街若是下街，阁是风街。担排甲满是，甲车动起来，敢若人会当行。大汤对伫阿嬷后壁，人是塞塞，爱找芳来软，才有法度行。真正是下来塞去，呛滚。散个步板的大汤，抬头看管仔，徛踮板道迄款的白铁仔椅，胸坎挂麦裤，手举扫帚抽出来的饼，下死命甲迄边的阿爸挂讲落去。今仔日大师爷牵手，感谢民雄乡亲的支持，目屎吞落腹肚内，跳楼大拍卖，大家来看哦！趁头家无伫咧，偷偷大落价，本大囡仔衫俗俗卖 ，T 恤一领199块，短裤99，内裤3领100，3领100，紧来紧看，慢来减一半，有买有趁，无买你的衫。阿嬷先甲大汤的手掀开，雄公冲过去，一直到家己内底的衫裤底尾落去，拍手的阿嬷才撒手。大汤的手阁去互6条咧，来到车口，即台单转袂食的，切着的大汤去求阿嬷的衫机，腰巴叉叉巴腰，想要食杭州鱼，阿嬷连插就无要甲插，有缘惊伊的。来到命运的双车路口，倒手边文化路巷仔内的刘相书名声真透。随望目睭看无，算命准敢若神。文化路阁行落去，就会到徛好王爷庙、阿母南、上福山、龟仔厝。
妈孙两人继续行中路路，过芳店、五金行、女装店、册店，来到大树爷庙。大汤毋愿入庙，因为佮过要到保生大帝庙迄段短短的路，买甘草芭仔、烧酒梨、芳西糖，佮有拍珠仔、套干仔、射鸡龟、饼果，是下家上趣味的所在。阿嬷，互我钱，我要去耍。大汤伸长手，先入去拜拜才讲啦。阿嬷甲阿孙的耳仔扭起来，对三串门的两边入庙。大汤面臭臭，一时啊斗天油香，一时啊冒金纸，来到正中的大殿，阿嬷喙念手拜，大汤起毛摆，甲香当作剑来人，阿嬷随开落去，生面头前较正经咧。拜拜足无聊啊！到底是要创啥啦？大汤激洗面，拜过几百届啊，佫毋知，爱报你的名字、年岁、大倒位，甲你的心愿讲互神明听。啊，对吼，会当下愿。大师爷伯啊，一年才出来3工，百面小强的，我爱较认真嘞。大汤目睭大咧起咧，面皮绕甲那蜘蛛网，大声讲：神明啊，你好，我叫地明聪，聪是虫仔门的虫，今年10岁，住伫咧无啥人住，鬼嘛找无的阿母仔庄。神明啊，阮阿嬷讲会当甲恁下愿，恁袂使咾笑哦。阮我的代志爱做甲到，袂当像阮阿嬷讲下家有好耍好料的甲我成。结果家己衫裤买甲规家子，我连揉伊的骹都夹无。阿嬷即摆用真的，衫裤是要互你穿的啦，讲甲遐大声，要互全面乡乡的人知哦。规间大树爷庙的神甲人，敢若咧偷笑。好啦好啦，我较细声咧咯。人多庙就翕，大汤感觉赤野，人就刺擦，用手甲领人好凉，香火就捻出来呀。神明界有感应，香火燃落来，散开，可比希望啊拍开，灵城的光死一个，大汤徛甲停，香也圆讲。神明啊，我的愿望真简单，就是离开这个无聊的所在，去游乐园坐云霄飞车，听讲夭寿刺激，会互人爽到要起笑。就伫这个时阵，条仔含怀娘烧甲胃的鹅鱼，溜啊拍喷，两边壁倒的18罗汉，暗暝啊白酱。好平罗汉山下骹的浮雕是5只虎，尾流啊叮当，敢若咧哭拖汤的。